自2024年4月22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上帝的部落。圣经咱做来听读诗篇48篇第10到14节。上主至大，应该伫咱上帝的城，伫伊圣的山大大受称赞。圣安山伫北面，悬阁好看，全地所欢喜，大君王的城。上帝伫城的要塞得固守，互人知伊是避难所。看，列王聚集，斗阵进军要攻城。因一个看到这个城就戆影，惊吓，赶紧逃走。因伫遐尿尿喘，亲像嘴唇的妇人人痛疼，亲像他死的船，互东风拍破。伫上主万军的统帅的城中，伫咱上帝的城内，咱捌听见，现在亲捌看到。上帝要固守这个城到永远。上帝啊，伫你的殿内，阮少念你的慈爱。上帝啊，你的名传到全地，俄罗的声透到天边海角，你的统治充满公义。圣安山着欢喜，你的审判正确，犹大的城市着快乐。恁着设锡安，周围设一人，点算城塔，观察城墙，欣赏堡垒，通互恁对后代宣告。这位上帝是咱永永远远的上帝，伊会永远带咱。上帝的部落，诗篇48篇是咧上赞上主的城锡安。诗人指出，伫上帝的城，上主至大至圣，配得所有上赞。上帝的城，歌颂壮丽，深得万民欢欣甲喜悦。上帝的城是安全的堡垒，伊保护这个城，互敌人溃逃。上帝的城虽然四面楚歌，诸王结党攻击，总是锡安要坚固安全，迄是因为上主同在，亲自保守。笔者所属台亚中会的大专事工部，为激发大专学生对部落的认捌，唤起因对灵修的重视，捌伫司马库斯部落举办灵修营。司马库斯部落位伫新立县尖石乡，因为为点深山交通不便，40年前长期无电力通供应，因为安尼捌受称作是黑暗部落。早期山区因为道路还未开通，听讲当地居民若要落山买冰箱、电视等大型的家电，拢需要用行路穿越溪谷，靠人力爱上山。这段路程大约要5点钟。安尼艰苦不便的生活，无怪细汉的时阵捌听长辈讲，若搁较无乖，就甲你嫁去司马库斯。直到1995年，往司马库斯部落的道路终于开通，当地也因为发现石木群，发展生态旅游，现在成做一个受欢迎的观光景点。司马库斯部落为着要永续发展，采用共同经营模式，土地由居民共同拥有和管理，同心行出一条看会见部落未来的道路。因到底是安怎做到的？根据当地信仰领袖的分享，教会和信仰扮演重要的关键。首先，教会互族人对部落发展有共同的看见甲坚持，鼓励族人每工拢会得透过早祷维系信仰生活。搁再来，
族人借着部落会议分享理念甲想法，互部落经营搁较健全成熟。以外，部落土地杜绝私人买卖，任何人拢袂当甲土地占为己有，从中获利。因相信土地是所有人共同拥有的，应该集中管理甲分享。目前，部落已经逐步建立规范甲制度，囡仔18岁以上拢爱签入部落公约，规范工作、土地共有共识、福利分配、教育和医疗照顾等，拢照制度进行。现在查某囡仔毋免阁担心过去司马库斯部落，因为过去的黑暗部落，今已经成做上帝的部落，为主发光。上帝啊，伫你的殿内，阮少年你的慈爱，锡安山着欢喜，犹大的城市着快乐。台湾基督教教会信仰个别有讲到，教会是普世，佮定根伫本地，认同所有的自民，通过疼甲受苦，成做愿望的记号。心愿教会伫部落甲社区努力亲近，真实经历上帝伫咱的部落社区的恩典，佮通过疼甲受苦，尽心尽力为主发光。默想，我所属的教会安怎回应部落也是社区的需要？我所属的教会安怎回应部落也是社区的需要？咱来祈祷，赏赐一切产业的上帝，你掌管万有，我所拥有的一切拢是对你来的，所以我也要持守信仰。透过教会甲部落和社区合作，做伙善尽管家的责任。奉主耶稣圣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